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上一堂課講到塔羅可以反映到前世帶嚟嘅影響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？今堂我會繼續講。有啲人會問我 Manny， 其實學塔羅牌需唔需要天賦呢？聰明嘅你哋應該記得我講過，其實唔需要天賦，跟住我嘅方法，人人都可以學得識㗎。但係點解你會對塔羅占卜或類似嘅題目有興趣呢？喺我教咗20年咁多學生嘅經驗入邊，的確好多時真係因為前世有接觸、學習，甚至乎做過類似嘅工作。以前嘅年代，西方嘅相關職業有例如巫師、女祭司、魔法師、占卜師。中式方面都有機會嘅，例如道士、天師、僧侶、修行者、驅魔人等等。小部分可能同宗教有關，例如神父、修女或者教宗傳道人等等。所以今日你話對塔羅牌有興趣，真係有機會前世你係好可能接觸、學習甚至做過以上嘅工作，因此會俾呢樣嘢吸引。如果係嘅話，的確學習同埋做我哋呢個行業可能會發掘翻你前世嘅天賦㗎。我自己2003年誤打誤撞成為占卜師，我開頭都唔知原來同我前世係有關㗎。後尾諗翻好多奇怪嘅緣分同事情發生咗，原來因為我前世真係好多經驗，做過女巫、占卜師、識魔法等等。之後我會講下我自己同身邊嘅人嘅前世故事，大家有冇興趣聽呢？有興趣請讚好同留言答我一。好多前世故事好精彩㗎，你哋讚好同留言多啲，我就會分享多啲㗎喇。記得追蹤 Manny，下堂見。